兄弟大家平安。即马天气有时寒，有时冷吼，暗暝就较寒吼。即马天气变化真大吼。我加上讲，咱昨有一个无法度确定的本土病例吼，所以伫遮搁甲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来礼拜的时阵，因为咱真侪人围垒伫即个所在，吼，所以若会当的，吼，将咱的喙打较打起来，吼，安尼比较较安全。吼，你若要去一寡买物件的所在，吼嘛尽量会当的，会记得查。吼，这是咱要开始咱的礼拜三角来祈祷。听堂我来天父上帝，感谢你。孝敬父母是你互阮真重要的一个教示。伫阮要庆祝父亲节的时，阮有真古锥的囡仔伫即个所在要来服侍。我嘛为你的这个所在来条件天父上帝，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阮，互阮在日々的生活中间，我会当照准前，照你的教示，逐时阵阮遵守主你的诫命。恳求你帮咱带领阮，当阮行行的时，你做阮的帮咱；当阮毋知影要行去倒位的时，求你陪伴阮头前所要行的路。即时我要伫这个所在来学乐敬拜你，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所讲的、所听的，拢得到利益，伫生活上会当日日搁较有气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吼，互咱今仔日有真正足好的天气，互咱会当伫透早就会当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即马咱就来唱即首《透早起来阿罗主》。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性命。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伊是收束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现在请大家会当拍鼓啊，来一起打节奏来唱这首歌。那么等一下先请兄弟先来唱。透早起来。哦老主，请兄弟唱。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请姊妹来。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来这里来唱。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伊是收束平安的主。我将我
早起来，雨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因为透早起来，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对，因为咱透早起来，所以阮会当在一早的时候就能够亲近他，然后能够心中能够有充满喜乐平安。上帝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伊是伫咱伤心的时阵会瓦棍每一个人的上帝。伫咱困苦的时阵，伊会听从咱的话，伊伫每时刻拢会当陪伴伫阮的咱每一个人的身边。信靠伊的人拢袂欠亏。现在我们来唱这首《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那我们先唱华语的版本。耶和华，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心痛悔的人，我的心感受主恩的美善，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耶和华垂听困苦人呼求，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他必在四围安营搭救我，信靠他的什么都不缺。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大喜乐。小等呢，咱会唱台语的版本。那小等请兄弟先来唱。姊妹拍摄，姊妹。耶和华，耶和华我阮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我的心浸在上帝的美妙，敬畏伊的人拢无欠亏。听困苦人的声，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伊要伫我的四围安营，信靠伊的人拢无欠亏。我要时刻学咯耶和华，学咯伊的话，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口，谦卑人听见就要大欢喜。我要时刻学咯耶和华，我要时刻学咯耶和华，学咯伊的话，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口，谦卑人听见就要大欢喜。我要时刻学咯耶和华，我要时刻
和华看靠，咸比人听见主的大欢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主啊，我们时常的软弱，但我们知道你是时时刻刻陪伴在我们的。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你都会一直在我们身边。主啊，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仰望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成为这世上一切的人的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闭班今仔日的礼拜。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油。这是咱三角来吟信诗327首。信诗327首，主上帝，求你检察我，试验我，知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引带我行伫你引我的路。
请起立来吟两摆。主上帝求你检察我，启扬我，在我心属。我无啥物怕所苦，因带我行伫你引我的路。搁一摆，主上帝求你检察我。启扬我，在我心属，怕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因带我行伫你引我的路。请坐。这是咱三家来啉尼西亚圣经第九部第八页第八面。阮信道伊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道伊的主耶稣基督，上帝道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精神出的精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就伫西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任内为咱钉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国活就天，现在坐伫爸正面。伊要伫阴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守事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守敬拜，同守阴光。伊目吐先知讲话，阮信一个信。共同使徒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为伫下罪的洗礼，阮期望使人告我来世的活命。阿门。这是信息来吟信息第266首。信息第266首。请来，咱着主唱歌。请来，咱着主唱歌。做声称赞无煞，同心学乐拯救石盘，大声欢喜唱歌。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献诗，请主理学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谢谢你一直都在。这是咱三甲来刻印，刻印文第26篇。刻印文第26篇，也是诗篇111篇。刻印文第26篇。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伫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
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是米流，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的所做，心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这是咱备办新三家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守使阮有健康的身体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你。阮知，阮每一摆的礼拜，每一摆的主持活动，若毋是有你的恩典，阮袂当顺利的完成。本礼拜是父亲节连下礼拜，阮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有老爸来照顾阮，供给阮所有一切，亲像你供给阮。补充阮所欠缺的，愿全天下所有的老爸会当得到对你来馈力恩赐，来照顾因的家庭，照顾因的细汉囡仔，带伊行你的道路。伫即时，阮摆咧阮的过失伫你的面前，阮时时无遵守你的诫命，互世间的价值观影响，追求钱财。官兵较好的名声，主啊，求你伫阮迷路的时，时时甲阮同在，诚做阮的倚靠，用你的话提醒阮，只是你爱阮行的道路。求你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灵，用智慧阻挡弯巧的道路，互阮无坐愚慢人的座位，专心来仰望你。伫侪侪国家中，有真侪子民得到武汉的肺炎，无受到控制，失去健康，甚至失去性命。伫台湾有愈来愈侪的人得到肺炎，愿主手持智慧，兴起大家斗阵来对抗疫情，诚侪勇士，尽阮所有的力量来帮助阮家己，甲帮助得到肺炎、失去健康的人，也求主怜悯因。愿武汉肺炎的疫情早日会当得到控制。阮也看到中国有真侪地方在做大水，愿主守持平安，以致互受大水影响、失去产业、失去健康的子民。愿主怜悯因，开因的目睭，看到你的大能，来明白你，来跟对你。伫教会事工的方面，少年团契。新华营伫7月24到26号平安顺利的完成，感谢主的保守甲看顾，也有侪侪训练的活动伫8月要开始。求主纪念所有备办的活塞同工、参与的兄姐，愿所有参加的人拢得到好的帮助，甲主你的同在甲看顾。最后，阮也将软弱的肢体摆咧伫你的面前，愿知主你是医治的上帝，平安的主，求你来医治阮。愿所有的兄弟有信心来得到你的医治，伫你的旨意，真心得到健康，得到平安，得到祝福。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所求。
即是咱三个来读圣经。第一位的圣经伫创世纪第32章22节到28节。创世纪32章22节到28节。22节，伊米时起来，带伊两个某、两个女婢，甲12个囝，拢过雅博的渡头，大身互因隔开，凡所有的也互因过，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有一人来甲伊相演，到伫天不光，迄人看袂赢伊，就说雅各的大腿骨。相演的时，雅各的大腿骨砸着。迄人讲：天要光啦，就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毋放你去。迄人讲：你名做甚物？伊讲：我名做雅各。迄人讲：你的名无要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着卡赢。第二位的圣经伫撒母耳上卷17章45节到47节。撒母耳上卷17章45节到47节。现着我来读45节。大卫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来换滚我，是用刀、用枪、用甲；我来换滚你，是用万军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今仔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拍死你，抬你的头壳。今仔日我要将非利士军兵的声声，互空中的飞鸟、地洲的野兽，互普天下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搁互遮个归群的人知，耶和华救人，毋是用刀，也毋是用枪，因为交战的事在伫耶和华，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读圣经到遮，讲道，请本会传道黄传道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甲家己相演。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纪念父亲节的联合礼拜，嘛是咱总会圣乐事工的纪念主日。圣乐是上帝赏赐予咱迄个平安、喜乐，甲迄个美妙甲安慰的声音，诚做咱身心灵的透放。嘛，诚做咱属灵的结连。圣乐是咱敬拜上帝上界要紧的备办。伫敬拜当中，圣乐通帮助咱来分别做圣，来领受圣恩。望咱的确着爱为着咱的圣工、圣乐的事工来关心、来祷告。搁咱的父亲节。是咱要为着普天的迄个辛苦着磨，你做阿公的、做老爸的，还是准备伫要做老爸的人，来纪念、来庆祝的日子。今仔日咱要用伫圣经当中有两个查甫人，伫甲人相演斗输赢，迄个人生的奋斗的启示，要来庆祝。咱今仔日老爸节日，咱三角阿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伫今仔日庆祝父亲节的主日，互阮搁一摆三角组织来敬拜你。
特别阮知你是疼阮的上帝，对阮的疼痛是超过阮的想象。特别伫即马全世界疫情还搁伫花花好的时，阮还通平安欢喜三甲自集来礼拜，恳求上主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互阮通伫老爸节日来领受对你来的祝福。我们将线接分享的时间，隆重恭敬仰望，求主保守引带，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即两个有关查甫人小宴、三宴的故事的主角，一个就是雅各，搁一个就是大毕。大先咱来看咱第一段的经文，伫创世纪32章22节到28节的中间，咱拄则所读，咱就看到雅各伊家己一人，甲一个人伫遐咧相宴，伫遐咧斗输赢。即个代志的经过是安尼，因为当年雅各伊用红豆汤来夺取了以扫大囝的名分，伊阁用羊羔的皮迄个毛来骗了因的老爸以撒，伫临终以前上界最后的福分。所以以扫准备要伫因的老爸过身了后，要来杀死伊的小弟雅各。有人甲因的老母利百加来讲即个代志。利百加听到即个消息了后，就叫雅各赶紧走去赫兰，就是伊的阿舅，就是利百加的阿兄拉班遐来避风头，等以扫迄气若较消，才阁倒转来。啊，若无，伊会失去两个囝，因为伫当时的律法，若是以扫杀死了雅各，安尼以扫嘛必须要交出来，互人甲杀死，就以杀死小弟的名来甲伊处死治罪。所以雅各就紧紧倒走去伊的阿舅拉班遐，伫遐伊住了差不多20年久，嘛伫遐娶了某，嘛得了真侪的产业。不过最后雅各伫赫兰，嘛是伫遐有出了问题，因为伊有听见拉班的囝，就是伊的舅仔，因遐咧埋怨讲，雅各抢走了咱老爸一切的财产，伊所有的财产拢属于是咱老爸，所以因有可能嘛会做出对雅各不利的代志。这时，上帝甲雅各讲，叫伊返去故乡，伊的亲人遐，上帝会教伊三甲之地。这是创世纪31章第1节甲第5节所记载。所以雅各就带了规家口，包括所有的人员、所有的头生仔，甲所有的物件，来离开拉班，要来返去伊的故乡，要来甲以扫来见面。那么现在就来到雅博河，伊大先先安排所有的人员甲所有的物件拢先过河，留伫伊家己一个人
伫后壁压队。这是一个查甫人，伊保护伊整个的家族安全过河的迄个安全负责的担当。伊爱关前，看头前的人员是毋安全；伊爱顾后，看后壁有啥物危险啊无。啊嘛是伊一个人伫遐咧思想，伊着安怎来面对医术种种的考验，因为伊转去了后，医术嘛是抑阁有可能会来杀伊，会来报仇。煞接落经文第24节到28节，咱就看到这个时阵有一个人来甲伊相演，到甲天曝光。迄个人看伊演袂赢雅各，就献雅各的大喙骨。啊，相演的时，雅各的大喙骨就踹着，迄个人就讲：天要光啊，就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毋放你走，毋放你去。迄个人讲：你叫做啥物？伊讲：我叫雅各。迄个人讲：你的名无要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到较赢。原来雅各这个名都有欺骗的意思，因为伊欺骗了大囝的名分，嘛欺骗了老爸的福分。即嘛，所以咱即嘛知影，以色列这个名，伊本身就有甲上帝相演斗输赢的意思。迄个人，佮对雅各讲，伊赢了人，佮赢了神，就因为讲雅各赢了以扫的大囝的名，佮赢了以撒临终的福分，佮赢了因阿舅拉班的产业。啊，即马甲上帝伫相演，伊佮上帝无赢伊，所以等于是雅各赢。啊，天已经要光啊，所以这个人讨讲伊要来离开，但是雅各讲：你若无甲我束缚，我毋互你离开。继续，咱搁来看第二个主角，就是大卫。这第二段经文，咱伫撒母耳上悬的17章45节到47节。这个当中，大卫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来我cùng我是用刀、用枪、用戟；我来我cùng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今仔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拍死你，抬你的头壳。今仔日我要将非利士军兵的身躯，和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来拆食落腹。互普天的人拢知影，以色列有上帝。搁互遮个规群的人知影，耶和华在救人，毋是用刀用枪，因为交战的代志是伫耶和华，伊要将恁交伫我的手。迄个非利士人起来，进前来群我，来接近大卫。大卫也赶紧走过去，来向军队要来接近这个非利士人。那么，这时大卫伸手入去落地啊，摕一块石头，摕一块石头出来，伊用扫啊
甲摔去，去射着即个非利士人的头壳。即个石头摔伫伊的头壳遐的时，怎啊沉入去？沉入去，伊即个人就倒落去，就趴伫涂骹呢，来死去。那么，即个故事，即个经节就是咱真熟悉的大卫杀死歌利亚的故事。因为即个时阵是扫罗甲以色列的人在敌对即个非利士人的战争的时阵，耶利哥是加特人，伊的身悬有6张，搁一粒，6张就一张就差不多1尺，6张差不多100倍，搁一粒差不多20公分，所以伊的身悬有差不多2米遐尔悬。那伊是一个身穿即个东南战甲、全副武装、迄个勇猛的战士。伫以色列即边，即马无人敢出去应战，因为即时歌利亚徛伫以色列军队的头前，在喊话对因讲：恁出来排队伍要创啥？我敢毋是非利士人？恁敢毋是扫罗的奴隶吗？恁中间拣一个人，互伊出来来我遮，来甲我相杀。若杀死我就做恁的奴才。我若较赢伊，我若杀死伊，安尼恁就做我的奴才，恁就拢爱来服侍我。歌利亚佫讲：我今仔日藐视以色列这个军队，恁一个人出来甲我相杀，我藐视恁。伊表示讲：我藐视恁我看无恁这个军队，若无恁一个人出来甲我相杀看觅，恁若贪赢，阮这个人非利士人拢互恁做奴隶。啊，伊若杀死我，恁就拢爱诚做阮非利士人的奴隶。啊，扫罗甲以色列这个众人听见这个非利士人的话，大家拢诚软呢，诚惊吓，无一个人敢出去应战，因为伊看起来官大，实在是真勇猛。那么这记载伫撒母耳上悬的17章第8节到12节。所以咱拄则所讲的，迄个用石头杀死即个耶利哥的大卫，就是伫即个时阵来发生。那么大卫是亚西的囝，亚西有8个囝，伊其中有3个较大汉的，即马是伫以色列的军中来甲扫罗来出征，来战即个非利士人。那么大卫是上细汉的囝，伊即个时阵还佫足细汉，啊，佫无法度出去征战，所以伊伫厝内，在饲羊，在顾羊。那么即个时阵，亚西呢，就叫伊的即个细汉囝呢，摕一寡食物来去军中，互因这兄哥来食。啊，主要是要去探看觅啊，去探望看因这个囡仔是毋是拢抑佫真安全、真平安伫咧。所以当大卫来到军营的时，伊拄好听到歌利亚伫以色列军队头前咧划阵迄个情形。虽然伊抑佫是一个囡仔，毋过伊已经是一个捌伫顾羊的时，为着保护这羊群，啊来拍死、狮、甲熊的勇士。那当伊听到歌利亚在轻视耶和华的军队在划阵的时，伊就向扫罗来求讨，
来求讨伊要出去对付歌利亚。本来扫罗是担心，伊想讲伊是一个囡仔，无要互出阵。毋过伊甲伊讲，因为以表是永我上帝的军队，耶和华救我脱离狮甲熊的爪，伊也要的确要救我脱离即个非利士人的手。扫罗甲大卫讲：好，安尼你去吧，耶和华会甲你三脚地地。伊就扫罗就将伊家己的军装，就穿互即个大卫，伊就出去啊。这就是记载伫撒母耳上悬的17章12节到37节。搁刷落来，就是咱头拄仔所讲到，迄个大卫杀死歌利亚迄个经过。这就是甲歌利亚斗输赢的大卫。安尼咱看到两个斗输赢的，一个雅各，一个大卫。好，咱即摆搁转来看，甲上帝相应的雅各。上帝讲雅各赢了人，嘛赢了神，是因为雅各赢了以扫大囝的名位，赢了因老爸临终的祝福，嘛赢了因阿舅拉班的产业，即摆搁赢了上帝，因为上帝无拍赢伊。天要光啊，伊讨要离开，但是雅各甲讲：你无互我祝福，我无放你走。伫遮，咱看到上帝伫雅各的大腿，甲掠一个，伊就脱臼，伊就摆骹。所以咱甲想，上帝遮简单，就互雅各来摆骹，安尼上帝敢真正拍袂赢雅各？雅各甲讲：你若无祝福我就无放你走。因为这时雅各已经知影，伫伊面头前甲伊相演斗输赢这个人，就是上帝。伊就硬死，甲拖掉，毋好离开。伊要求讨，的确就要得到上帝祝福，伊才要互离开。因为上帝伫我的面头前，我哪通则轻易就放伊来离开？伊无爱伊无愿意来放弃任何得到上帝祝福的机会。所以上帝毋是真正拍袂赢雅各，伊是要互雅各壮胆，要甲伊讲，上帝甲伊三脚地地，要互伊刚强壮胆，通去面对。伊要返去伊的家乡，要面对以扫的挑战。所以伫煞接的经文，伫32章的29节到32节，雅各问伊讲：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个人甲应讲：袂使问我的名，就伫遐，伊就甲伊祝福。雅各就叫迄个所在名叫做便以利，因为伊讲。我伫遮长头对面去见到上帝，我的性命还阁伫地，所以伊就甲迄个名、遐个名、迄个所在的名叫做便以利，就是命还阁伫地的意思。日拄要出，雅各经过便以利，伊的大腿就已经败了，所以讲，这以色列的人无食。大腿头，迄个筋一直到今仔日，因为迄个人信雅各的腿骨的大筋，所以讲这就是即马到即马还阁共款，以色列的人拢无食迄个大腿头的筋的原因，因为迄个是雅各互信着大腿骨的所在。那么这个时阵，雅各已经真正是得到了上帝的帮助甲祝福，
上帝嘛，互伊知影，莫阁靠你家己的力量，甲日头你所拄着的困难去输赢，颠倒爱敲找上帝祝福甲帮助。伊即时，雅各即时就随时对一个心内真惊吓、操心八百会欺骗者的雅各，伫烦恼转去要安面对的雅各，变成做上帝甲改名，改做以色列的名，迄个刚强壮胆，迄个要转去伊的故乡，来甲伊的兄哥以扫来重逢的以色列。就安尼，伊来建立了几千年来迄个坚强袂倒的以色列的王国，一直到1948年，特别讲超过2500年了，还阁会当伫中东伫原来的所在，伫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来恢复伊的国家，这是遮尔伟大的代志。那迄阵伊来无来求讨这个祝福，我想就无这个以色列这个国。这拢是伊把握到机会来所得到上帝的祝福。啊，再来看，来拍倒这个歌利亚的大兵。当大兵伫大军的头前，当歌利亚伫以色列大军的头前咧划阵的时，所有的人伫遐咧讨论。伫遐咧惊吓的，拢是歌利亚即个又阁悬又阁大汉的勇士。无半个人，无半个军兵伫邀伊讲，即个非利士人的歌利亚伫藐视耶和华的军队。无人咧要紧说，拢敢若看到歌利亚，无看到上帝。只有大卫，伊来替上帝来讲话。大卫一上战场，伊所讲的就是永远的上帝的代志。伊讲：你来困我，是用刀、用枪、用戟；我来挖困你，是挖靠万军的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的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上帝。今仔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拍死你，要抬你的头壳，互普天的人知影，耶和华知影阮以色列有耶和华的上帝，搁互遮个归军的人拢知影，耶和华在救人，毋是用刀，毋是用枪，因为交战的台。是伫耶和华，伊要将恁交伫我的手，就是伫大卫还未出战，伫扫罗的面头前，伫甲伊请命的时，伊嘛是安尼。伊对战争，甲对输赢，伊拢无加讲话，伊敢若坚心。来宣告讲，因为伊藐视永活的上帝军队，耶和华会救我脱离使甲嫌的刃，伊的确就要来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咱看到面对歌利亚这款的艰难的时，一般的人的眼中，敢若有歌利亚。所以，因的心中只有惊吓。只有伫大卫的眼中，伊所看到的毋是歌利亚，伊所看到的只有是上帝。所以，咱逐个人若伫咱的人生的旅途当中，咱拢会拄着咱家己。人生中的歌利亚，虽然咱逐个人拢爱面对咱的歌利亚，但是咱毋免家己面对，
因为咱的上帝要甲咱三个伫地，伊要成做咱随时的帮助，甲祝福。所以咱面对着所有的事情，所面对的，拢是甲家己的事情。咱所拄着的相演的对象，嘛是要甲家己相演。咱只有放心交托主，来赢过咱心中的惊吓，安尼，咱就会得到对上帝来的保守甲困难，互咱去赢过咱拢总的艰难。各位做老爸的父亲，恁是毋是拢还阁在为着家庭的生活，为着儿女的将来，也是为着事业头路，伫咧着磨打打。当然，现在的社会，母亲女性嘛是共款，伫家庭中来负担着即个着磨打分摊的责任。伫即个现实的世界，面对你的事业甲头路，拢会去拄着爱甲人协调，爱甲人输赢，迄个艰难甲挑战。伫这个过程中，咱所拄着的，是亲像上帝对雅各的考验呢，也是亲像歌利亚对大卫的挑战。其实咱真正输赢的是咱伫咱家己，咱家己心中的惊吓。咱只有单单仰望主上帝，伊的确要保守，佮祝福咱。天父听咱世间正人，伊已经赏赐伊的独生圣囝，咱的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来被钉伫十字架顶，来赎咱的罪。咱只要全然来交托伊，伊的确就要来赦咱拢总的罪，来帮助咱，来赢过咱家己，来赢过咱的艰难。就亲像主耶稣伫咱今仔日的金句，马可福音11章23节所讲的，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讲，起来。去填海，伊心若无摇疑，信所讲的一定会实现。嘛安尼呢，伊就会实现。所以讲，咱心若无惊吓，咱就通赢过咱心中的歌利亚，来刚强壮胆，来有主，来瓦靠。毋望即个瓦靠。通成做咱正父亲、老爸，今仔日来过节的祝福。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伫今仔经文中间，互阮真明白来知捌，我必须要单单仰望。来甲你起条条，像雅各安尼来甲你讨祝福，因为阮是有限，阮是软者，阮是无够业，阮需要你的祝福，才会当来赢过阮逐人心中的歌利亚，来赢过阮的艰难甲挑战。主啊，你是听阮世间正人的天父上帝，恳求你赏赐阮。教界气力，互阮通刚强壮胆来面对阮拢总的挑战，互阮生命来得到反转，互阮通做光、做盐，来得到救恩，来成做你痛疼的见证，来阳光你救命的性命。感谢天父，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即是咱三角来吟信诗，信诗第31首，信诗第31首。天父疼咱世间众人，天父疼咱世间众人，手术道生四囝，拯救赎回显明疼痛，天父实在真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伫伊疼，赦我一切污秽罪过，天父上帝是疼。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备办新来奉献。
请坐。这是咱来报告。报告的大先，请大家来掀开周报第2面，咱来三甲来读经句，来读2摆。我实在甲恁讲，既若互遮个山讲突转去，下伫海里，心内无交期，道信伊所讲的的较正，就要甲伊正。马可福音11章23节，我实在甲恁讲，既若互遮个山讲刷去，下伫海里，心内无交期，道信伊所讲的的较正，就要甲伊正。马可福音11章23节。下周圣工分担。领唱是李思雨姐妹，司礼是赖温柔技师，司琴是苏云维姐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郭金敦技师甲张义如技师，交代是张义如技师甲林崇珍姊妹甲陈俊明兄弟，音控是我本人甲张家瑞兄弟，广告的经理是徐怡芬同学。下周主日礼拜，主日是徐怡芬同学，题目是请进来看来听，圣经信息刻印的部分，请大家家己来看。教会小学报告，第2点，父亲节联合礼拜。本主日是父亲节联合礼拜，感谢少年团契有准备所做的饼干，请爸爸们礼拜了后，伫1楼的门口来领取。第2点，圣甲纪念主日，本主日是圣甲纪念主日，鼓励大位兄弟对教会礼拜音乐委员会的事工来关心带导。第3点。太平镇教会朱中红牧师就任感恩礼拜，伫8月16号下晡3点要举行朱牧师就任主任牧师的感恩礼拜，愿主来祝福。第4点，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台北中会伫8月22号拜六9点半到12点，伫土城教会要举行主日学老师的灵命建造及卫生，请主日学校长、老师甲同工来参加。第5点，圣诞调避会开会通知，本主日礼拜了后11点，伫地下室要召开圣诞调避会，请同工来劳部来参加。招待训练伫下主日礼拜8月9号，主日礼拜了后，下晡1点要举行招待同工的服侍训练，欢迎兄弟来参与。第7点，台北中会第2摆议会，伫8月4号拜2 10点，伫淡水长老教会要举行北中第2摆的议会，本会黄传道师甲第2的长老要前往来参加。教会集体交通甲带导的事项，请大家家己来看。这是咱来吟信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信诗第400首。请起来吟，临时线请张义新长老来祝祷。
请咱同齐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相通甲引带，甲恁三角天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